喺台湾已被动物收容所嘅流浪狗，假使12日无人去领养，伊哋嘅生命可能都结束嘅，会本人安乐死。2013年12月底，伊哋天阳12夜，利用纪录片嘅方式来讲出一条狗嘅喺收容所地被12日的其他同运命。上映过后得到网友大嘅反应，政府喺政策上也有善意嘅回应。2015年年头，陆续天内动物保护法，明年6月实施无安乐死嘅政策，也本人讲係12夜條款咯。如流浪動物唔會認證無人去領養，如本人破殺。不過，一個政策出來嘅，好幾位嘅人唔知安尼到底好無喎？認證幾位無本人安樂死，唔代表伊嘅生命係有尊嚴嘅。假使反側，韓國血嘅有禍害，也按多嘅方面無改好嘅管控，收容所硬氣如唔拉，也到流浪幾位每位就算無死，還係該採過。你有点重了呢。他到医院来的时候才8个月大啦。那么是我们接到救援通报，是他在那个无期内附近哈，然后就是他的脖子被橡皮筋缠到，然后已经非常严重了，非常严重了。然后来的时候，医生有从他那个伤口里面，就是有把一支橡皮筋拿出来，一条橡皮筋拿出来，然后把它剪断。那金台，你可能来翻一下他的脖子。这边你看还有疤痕。当上当嘅第二，当好福氣本人救起來，送去醫院2夜半夜。所雖然早就醫好嘅，不過行出動物醫院還係行下口尾。認真所上高位流浪動物，愛在個同人腔下並無按改，愛行下度嘅時間，行下度嘅耐心，帶佢行出去，真有可能本人兩支血。第一步去摸它，去抱它。再来，还一定要训练他用那个牵绳颈圈带他出去散步，好，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帮助他走入一个家庭，然后能够在家庭里边生活。不過，喺收容所等你12年過後，係無人兩支血，檢查收容所又表唔到按到叫嘅，第二就可能會本人安樂死。天陽受到動態嘅討論。2015年初，立法院未通過新版嘅動物保護法。第31條條文修正通過。2017年起時，公立動物收容所就唔會有安樂死嘅。初代處理檢查過，可見有採到發片傳染病、重片已唔得一條天天嘅情形，其他都做唔得安樂死。不過，按呢嘅政策看起來以後，相關嘅通報人士就實現嘅，前線會受到影響嘅就係公立動物收容所。以我們嘉義縣政府為例哈，我們指引在我們現在的臨時動物收容所呢，將近有200多萬的經費，只用在我們的飼料上哈，大概有30幾萬，啊，其他的都是人員以及那個整個農舍的維護，還有醫療用品等等。那面臨未來哈106年呢，動物沒有12月的期限，那可能就會面臨飼料不足，然後人員照顧不周的等等的狀況。我們現在只有配置那個2名獸醫師及1位清潔管理人員。比到有限價法的收容所在，農委會提出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劃，在2013年到2018年當中。為是15億8000萬元，來同21家縣市談改建動物收容所。這個計劃，我們從2年前陸陸續續由各縣市政府就它在地的需求去提出它的轄內的一個規劃。那目前大概有15個縣市陸陸續續提出改建跟新建的這樣的案子的一個推動。那無論從先期規劃到實際的工程的一個投入，那目前整個預估未來的整個的一個收容量。那應該會維持到10萬隻左右。都建做好幾到位呢，按上改建過有數位到幾到位通分呢。另外，私人的收容場所
每次都已有压力。政府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拓展一个收容所。好，但是呢，他现在就把目标定到民间上来了。那我们知道，其实流浪动物的收容所几乎都已经饱和了，所以我实在很难相信说，就是说，如果说政府还要再把狗跟猫的数量还要再这样加载到这些私人的流浪动物收容中心上面的话，那这些猫狗的生活品质是很堪虑的。永远的空间都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去看到这个环境的空间里头，我们可以容许，或者是我们的收容所的这个可承载量，我能够承载多少容量的流浪狗呢？那我还有一个周转率，就它必须要可以周转的出去。否则，我们如果不去从这些很多面向来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其实一直在瞎子摸象，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自己在喊天方夜谭的口号。叫话无本人安乐死，也唔係講佢就會成發到以後，所有並唔係老動物集中當地嘅天天，依照早前嘅叫話，愛兩片案發嘅比數，一日愛有30-40分鐘來發通。台灣合計嘅嘅研究案度，愛使用嘅空間合符合到動物嘅福利標準，實在冇案改。那如果是只是要居住，不是医療，當然是能夠以這樣的空間是2倍大，一隻狗是比較好的。對，以一隻狗來講，大概12-15公斤。可是當然是這樣是不夠啊，因為它運動量不夠啊。除非說它住這樣，那你會放風，還有個放風的空地、活動空地就可以啊。收容所是一個非常極度不人道的一個歸屬哈，狗狗跟我們人一樣，天天叫你在一個房子裡面，你怎麼受得了？所以狗狗它不應該是集中收容。我自己不覺得那個賴活着比那個好死多好。一道通報人士就講，收容所係處理流浪動物問題嘅親密者，行下從有不係安用係對源頭嘅空間，希望就算冇安樂死，未chẳng係表面嘅。現在而無學服體嘅動物，驚怕係有假無假。內府五指山係特別是流浪狗遷徙嘅所在，因而山洪漲綠土，實際感受到嘅溫度傳到沙土。過去呢無奈好氣嘅叫話，就聽到被夜光打親。22年來，其實我學過差唔多20條叫嘅，全部啲山當被特別嘅本人活體嘅叫嘅。有嘅時就走路不卡來，自家來食東西，食來人就留電，留就留胎嘅。有最多嘅時間有一百嘅哈，就會前面後面總共學過70叫嘅，全部我被走過來。長期關心流浪動物問題嘅重點版，而有限就會拿定叫為嘅質量上升起位，結果也係千無奈何嘅做法，建議政府會對服體冇效嘅人發卡重調位來做實施。呢個晶片個叫嘅咩話，佢愛做嘅晶片，一定要確實講你隻名嘅，就登記你隻人嘅，做唔得本佢得得，喺得得嘅方案就吃到重罰。唔過你下政府講重罰就5萬塊，聽係吃到特少嘅，應該起碼要20-30萬吧，本人嚇一下，甚至還有刑責。因為他一年可以生至少2到3次，那一次就可以生大概10幾隻。如果說我們平均1隻狗可以生7隻，那1000隻狗就會生2次，2次再乘以7隻就有14000隻。那這是1年，如果第2年呢，這樣一直繁殖下去就很多啊。很多民眾認為說，反正政府也不管嘛，丟到街上去有愛心人士養，那我就丟嘛。那它就會形成一個更嚴重的惡性循環，它會讓我們台灣這個島上面，可能再過個20年，我們的流浪狗問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然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們的整個社會愛心、社會資源會空耗。首先在於所謂的家戶的棄養的部分，我們現在在落實所謂的寵物登記。那第二個部分也在強化整個的一個棄養的一個稽查的一個頻度跟強度。那第3個區塊也針對所謂的家戶飼養的一個部分，我們現在訂定了一個辦法，也鼓勵大家來檢舉。
那第二个大的区块的部分，就是针对所谓的特定宠物业，就是繁殖业者跟非法业者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部分。目前我们也订定了相关的一个规定，去要求我们的相关的业者能够去做好所谓的外面坊间讲的宠物的一个登记跟履历的这样概念。目前我们现在也透过地方政府的动保机关的那个行政的一个稽查，跟民间的动保团体，其实也把这方面的一个加强的一个稽查的强度也扩大。那这部分希望透过这几个角度，能够去杜绝这个不当的弃养。另外方面，各界未见讲要加强某币禁养的措施。对呀，农委会就讲，为减少商业使用的动物，全面来推脱无加强的计划，唔好再个被养殖的。计划2年内，某币养殖率对40%提高到65%卡卡。其实要解决流浪动物的问题其实要从我们现在有饲养的犬只不要让它有多生的动物产生。那当然，已经在外面流浪的动物，我们也是尽量的希望透过捕捉、绝育来的方式来控制当地的数量。其实再过几年后呢，那个流浪动物的数量有受到控制，那就会减少整个收容所的压力。是讲，无论是某物体案度，也是某被养殖也条做法，天初都爱啥个准，动物有几到位，长地作为好供用的。像比方说农委会，他们不断的喊说我的绝育率要提高到多少，可是我觉得那是很荒谬，就是我们政府对于整个台湾人养狗的狗口的这个母数，他到现在还掌握不到。那你说我要提高几成？那请问我要问你说，你这个几成是怎么喊出来的呢？所以我觉得政策要做要有凭有据。因为它是用抽样调查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相信抽样调查难免会有一些误差或是盲点。不过这一个数字应该会接近于我们现在统计上的这个所谓的母体，就是母数的部分。统计的数量大概是多少？如果是针对家犬的部分，如果按照我们最新的统计资料，大概国人饲养的部分大概是160万只，然后那个流浪狗的部分，按照最新的调查，大概也是10万只左右。为了使用的动物，加上地位出去本营养，未系亚白无安乐死政策的批图充电工作。通报团体认为，使用电气响唔系根本的做法。政府应该要对教育和个执法方有更加多实际的做法。我跟你讲其实你不能为了要求目前的数字好看，然后就让它很容易都领养出去。其实你应该眼光要放远一点，他领养之后是不是真能够好好照顾他的一生？所以在国外，他们即使认养一只狗，他们都要付出相当多的金钱。叫的不平的以后，因为几个收费也轻太，住院迄医院一年就1万块然后打一只点滴，差不多就3-4千，然后也唔知做唔得刷卡，个病院全部要付现金，个教育无像人有个健康保险，所以你可能都会去搞考虑的事情啦。比如说你到收容所领养猫狗，是不是应该还要再上个课？比如说你像德国的话，德国领养。它是有一个课，你要上完，你才有资格去做领养的动作。基本上我们现在为了配合那个零扑杀的这个政策，那大概朝3个方面来做。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源头的管理，就是减少进收容所的一个数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增加多元的认领养率，然后去提高那个收容所的那个认养数。那第3个就是所谓的公立收容所里面的收容的品质的改善。那在收容所去饲养，所谓的终身的这样饲养，大概一般来讲是我们在策略上的最下策的一个做法。法律定在那里，可是到底县市政府的执法有没有有效去稽核？繁殖买卖业的问题很大，包括你是繁殖者，可是政府要去稽核你，居然还事先通知你，那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法律上面的很多漏洞。中国动物无流动都系人做出来嘅。政府天初要对源头来加强管理，暂唔会人才寄养有老几木体。另外，未爱正经学嘅人要对其有责任，大家行爱伫好尊重动物嘅生命，其下头就唔会因那嘢去流动。